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礼拜的时间已经到，咱做伙来吟圣诗363首。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来陪伴心。来听福音静声。
现在，现在，现在，万军的耶和华，伊的阳光充满全地，就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将伊所行的报扬伫列邦中，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最悬。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92首。请来重视信徒，请起立来吟全首。请来重视信徒，快乐得以向前，请来，请你来欢喜。你看伊无嫌，对在色如丹青。上帝的圣行，无对手做出事，请来大家敬拜伊，请来大家。赛着秋歌，着欢喜而乐意，天顶星星内面，大家着吟诗。这关的所在，阳光贵族无力，请来大家敬拜伊，请来大家敬拜伊，请来大家敬拜伊，我主基督，救主愿而临，地这出世。耶稣你名受称赞，荣光归你。黑白的圣剑，道正肉体出世，请来大家敬拜伊，请来大家。咱犹原徛伫，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
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胜过公堂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2集，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2集。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着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百姓中的特族啊，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乎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着用圣洁的装坛敬拜耶和华。伫列邦中着讲，世界坚固袂摇动。愿天欢喜，地快乐。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因为伊来啦，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三甲来祈祷。至圣的主，全能的爸，永活的上帝，阮伫逐时刻、逐所在，要感谢懊恼你，因为你有创造天地甲其中的万项物，你阁创造阮人亲像你的形象，甲你相亲。主啊，阮每一届守主的圣餐。是阮知阮的罪极重，总是因为主耶稣有赦免阮的罪过，佮赎回阮，成全上帝恩惠伫阮生命的内面，也用心灵的美娘来养饲阮。阮要得到极大佮丰富的恩典，超过阮所会当想象的。主啊！阮阁一摆来守主的圣餐，阮是要感恩甲懊恼。阮感谢主耶稣通过圣餐，互阮诚侪你的圣囝基督的体，百体中的一体，诚侪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中的一个。通过圣餐，阮要好胆就近施恩的宝座。恩典满满伫阮的中间，阮对圣餐来接受基督的体甲血，通有份伫伊全能的帮赞，灵性得到培养。我要成长伫主完全的庇荫下，通一世人跟对主，行伫祝福的光明中。主啊，阮每一届守你的圣餐。是要奉献阮本身，阮的心灵甲肉体伫你的面前，做合宜、神圣、佮有活泼生命的祭。
愿将家己的身躯甲灵魂做祭，奉献予主，是活的、圣的，是出自阮心灵的服侍。我们用安尼来纪念主耶稣永远的祭祀。主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既若着磨背重担的，就来就近我，我要互因得到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圣餐会大官兵，赐恩惠予阮大家，诚侪你的国永远的福的，到万世代无煞。愿安尼祈祷，是靠救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想赐阮平安。圣歌队带咱来学乐上帝，伊要吟的诗，感谢的诗。恭读上帝的话，圣经约翰福音20章第1节到18节。
新约约翰福音20章第1节到18节。7日的头1日，清早天还未光，外达列的玛利亚到墓，看见石已经对墓刷开，就走去上近西门彼得，甲别个学生，就是耶稣所听迄个，甲因讲：有人将主移出墓，我毋知下伫倒落。所以彼得甲迄个别个学生出去到墓，两人平平走。迄个别个学生走做头，比彼得较紧，大声到墓。落看墓内，看见有地布下地，独独无入去。西门彼得对后到入墓，看见有地布下地，搁看见包头壳的巾，无甲有地布做一位，是另外伫一所在囥地。迄时，迄个大声到墓的学生也入去，看见就信，因为因还未明白圣经的话，讲伊的确着对死人中搁活。对安尼两个学生倒去家己的家，独独玛利亚徛伫墓外底啼哭。哭的时，落看墓内，看见两个天使穿白衫，坐伫耶稣的身躯所捌安置的所在，一个伫头，一个伫骹。因就甲伊讲：妇人啊，啥思考？因伊讲：因为人将我的主移去，我毋知下伊伫什么所在。已经讲这个话，就翻身往后面，看见耶稣伫徛，也毋知伊是耶稣。耶稣甲伊讲：妇人啊，啥事啼哭？你找治罪？玛利亚拍算伊是顾园的，就甲伊讲：头家啊，你若有跟伊去，请甲我讲下伫什么所在，我就去收伊。耶稣甲伊讲：玛利亚，伊就活转身，用希伯来的话甲伊讲：列普尼，意思就是先生。耶稣甲伊讲：无得望我，因为我还未上去见爸。你着去找我的兄弟，甲因讲，我就去见我的爸。也是恁的爸，见我的上帝，也是恁的上帝。活大粒的玛利亚就去甲学生讲：我已经看见主。佮讲，主用这的话甲伊讲。现在，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人讲，只想我的主。现在，我心恳心来尊重，
张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空的坟墓》。各位孩子，大家平安。咱伫分享的大声，请做回来祈祷。稳定听那个被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谢。主啊，阮感谢你伫过去的这段时间，无论是伫这周，还是这个月中间，伫阮的生命中守护阮真真济，丰丰富富的恩典，保守阮的性命，保守阮的心，保守阮平常时日时的生活。也主，阮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望会当得到主你的光照甲充满，互阮会当对主你的话语中间得到造就，也是主你的话语中间看到主你的光。也安尼得到的时阵，阮知影，阮的生命伫主你的引带中间，会哪行哪进步，哪行哪成长，哪行哪会当伫众人的面前显出阮是你的学生。我安尼祈祷，感谢恳求，上过最后所祈祷的圣名求，阿免。两位孩子大家平安。真感谢主，搁一摆会当来到咱的中间来分享这段圣经节。我真意爱这段圣经节，虽然咱听起来感觉亲像是伫国外节时阵会分享的圣经节，但是伫这段圣经节的中间，我感觉讲会当对咱每一个人讲是一个真大的分享。所以伫分享的大声，先请问大家，就是讲，恁认为吼，伫咱读大伫下礼拜打开始的时阵，咱伫信仰个别中间，请问恁，当耶稣搁活了后，伊什么时阵上天？什么时候？有人看到我在笑吼，还是马上升天的，请举手。不是哦，是一段时间之后的，请举手。唔知影是亚酒，勇敢举手没有关系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学习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有的时阵我感觉有的时阵，咱在读圣经，还是讲在做信仰个别的事吼。因为咱条条拢在做信仰个别，所以有的时阵我感觉讲真济基督徒认为讲若无真正读圣经的时阵，感觉讲耶稣伊搁活了后，马上就上天啊！因为伫今仔日咱所看到圣经在，就是看到耶稣搁活。然后呢，对玛利亚讲：“你别甲我问因为我还未去阮老爸遐。”但是到底耶稣伊搁活了后，过偌久才上天？过多久？有人说是很好，你有读圣经对倒位来？对《使徒行传》如果咱有兴趣，会当看《使徒行传》第1章。《使徒行传》第1章内底有讲，耶稣搁活了后。伊搁差不多伫地面上40天，伫遐显现对门徒互因看，还是讲有行真济神迹，互搁较济人来认捌伊。所以伊搁活了后，差不多有40天久的时间伫遐伫地面上。所以如果照搁偌济的时间，今年搁偌济的时间，后壁面来算，咱其实即阵还搁是啥物？还搁是搁偌济的日期哦。还搁是搁偌济节气，所以感觉讲拄好，伫今仔日来大家分享的时阵，就用这段圣经节。所以耶稣已经搁活，但是还搁是伫搁偌济节气中。所以咱来看圣经中间，7日的头一日，天还未光正前，一顶妇人人满大粒的玛利亚来到坟墓头前，看到石头已经散开。咱来了解，迄个石头毋是小小的一个石头，是一个足大的石头散开的时阵，伊惊一下，因为伊上疼、上敬疼的耶稣，伊上敬疼的老师主，会梦既然是空的，会真正是足大惊吓。其实对伊来讲，伊上敬畏的人，有人既然有这个大胆的想法要去动他的坟墓，这是一个很不敬的事情。其实不只是对伊啦，我相信对咱任何一个人，如果有人去触动咱前人的梦的时阵，还是讲咱前人的塔位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非常不尊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伊真惊吓，知影这件代志了后，马上就等于其他的学生讲。所以圣经安怎讲？学生知影这件代志的时阵，有2个走出去来去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2位是倒2位？一个是彼得。耶稣的大门徒嘛，以前曾经分享过耶稣的大门徒另外一个咧，
谁？有人讲约翰，你们很厉害呢，很好。圣经虽讲无讲是虾米人，咱读到台语和日本的意思是讲，另外迄位门徒，但是伫华语的版本是讲耶稣上意爱迄个门徒。所以真侪学者安尼去比对比较了后，认为讲即个耶稣上意爱门徒名做约翰。所以伫圣经中间，真侪学者拢统一认为，嘛接受讲迄两个走去看耶稣的梦的两个门徒，一个就是彼得，另外就是约翰。不过我感觉讲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为什么爱将约翰的名下掉？为什么不直接写彼得跟约翰？既然要写说什么彼得和另外迄个门徒，我感觉讲这是作者伊故意安尼做的啦。作者故意这么做的，可能不想给自己沾光，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我感觉另外一个可能性较大，就是讲，互咱基督徒在读这段圣经的时阵，会当将咱家己的名放伫迄个所在。这是一个比较文学上的一个意义跟意境，所以我感觉讲，如果咱安尼去看这段圣经的时阵，咱会当讲是彼得和我两个走去看迄个坟墓内底所发生的代志，想要听讲这个玛利亚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可以想象，你会那种你家己的名放伫这中间，因为安怎，咱拢是耶稣的门徒甲使徒，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阵。彼得和耶稣上意爱、上听迄位就是你，就是我，走到遐来，想要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真正在到迄位的时阵，到墓的头前的时阵，咱看到迄个较少年迄个较好的，走了比彼得搁较紧。看到内底的时阵，看到空空的，然后安怎圣经安怎写，看到就安怎就信啊。彼得虽讲搁较慢，但是伊嘛看到。但是唔知影到底伊是有信啊无？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随便伫圣经中间，咱看到是一个据点。如果咱看圣经节，因看到耶稣的迄个右地步放伫遐的时阵，第8节，先到墓的迄个门徒入去看到就信，信了后，真正有信吗？这是我的犹疑啦。虽讲圣经讲因真正有信，但是我感觉无一定呢，因为因的反应，互我感觉讲真的有相信吗？虽讲伫头前，咱如果有看圣经，知影讲耶稣已经几啊遍对因讲我会怎么样，我会受难，我会受害，但是我第3天会搁活。虽讲耶稣有讲过几啊遍，可能到迄个时阵因才明白知影，但是因的明白知影，迄个反应，互我感觉讲真奇怪。前后不呼应，不搭嘎啦。为什么安尼讲？咱看第10节，两个若真正看到迄个空的坟墓，真正看到耶稣迄个右地部在遮他的面的那个布的时候，如果真正看到，也真正明白耶稣所讲的意思的时阵，为什么会出现第10节的这种的动作？第10节说什么？因两个人安怎转去家己的厝啊？玛利亚看到的时阵是啥物反应？马上对其他的啥物门徒讲哦，两个人两个门徒看到这个物件的反应，如果真正相信的时阵，照道理来讲，看到信的迄个反应应该是啥物？回去跟谁说？跟其他的人讲啊，安尼有道理无？所以我感觉讲，真正有信吗？如果恁真正有信，恁的反应应该是马上回去，和其他的这门徒讲，耶稣讲的是真的，伊正前讲的迄个拢是真的，伊真正甲我，阮伫看的坟墓内底无看到任何一个物件，伊布伫遐啦。所以你无感觉讲一奇怪吗？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了，因的反应应该不是安尼，只是回去自己的住处，不过是回去家己所住的所在。有的时阵我感觉讲，这个和咱基督徒有相像的感觉。为什么刚刚说要把自己放在门徒的里面？因为我们刚过复活节嘛，对不对？
咱行过偌济，但是咱腰果是伫偌济的这期中的中间。好，请问一下，请问一下，恁腰果的期恁过偌济是做啥物无？还记得的举手。有一位，其他的咧，袂记哩啊。你无感觉这亲像咱的反应和温度是共款吗？咱来到教会参加过偌济，咱来到教会备办真欢喜的活动，伫过偌济迄天，咱各做伙来庆祝耶稣的过活。然后礼拜结束了后，怎么样？就结束了，就没有感觉了。过工就安怎？就继续过我们的生活，继续行咱的实际，继续过咱的生活。无敢讲迄种欢喜的心情一直落伫心中，好像会一直延续下去。其实伫我家己咧读圣学院的时阵，还是讲去教会实习，还是讲伫教会中间伫服侍的时阵，有的时阵听到会友在讲，又到了这个时间了，到什么时间？复活节啦，圣诞节啦。母亲节啦、父亲节啦，通常伫遮个节期中间，咱想要准备较济，想要来庆祝，想要来欢喜。但是有的时阵，这种的感觉，敢若是讲迄种昙花一现，一天完成就没有了。迄种感觉就亲像安怎？明明遮的温度有看到迄个空的云梦，耶稣嘛明明有对应讲以前所讲过的话。但是因的反应竟然是看到了，哇，没有东西，好，我就回家去了。因为我感觉有的时阵，咱伫教会中间，咱的反应嘛是共款安尼嘛。就算毋是过偌济，就算毋是圣诞节、母亲节还是父亲节，平常的礼拜，咱礼拜就欢喜讲，我要来做礼拜，我要来做礼拜，来到遮做礼拜做了，和大家看到大家开讲，彼此问安。礼拜耍了后，回去厝的时阵，那个感觉马上就荡下来了，好像没有任何的感觉一样。你无感觉讲，咱就亲像遮的温度共款吗？有的时候，我感觉这是咱真济基督徒，咱会落入的一种迷失跟一种情境，因为太习惯了，因为对这个信用太习惯啊，大概拢6礼拜就是安尼来做礼拜啊，逐年时间到的时阵就知影会爱庆祝什么活动，但是安尼在庆祝的时阵，变做讲哇，好像习以为常，习惯了来完成，然后怎么样就结束了，就没有后续了。我感觉这样真可惜。如果用这个角度来去理解头前这段圣经在所讲的，咱真正和这的温度是相像的。看到迄个空的云梦，然后安怎？就回去家己的厝里，就煞了，就这样子结束了。不过，咱伫圣经中间看到故事，毋是伫遮结束，毋是伫遮停止，因为伫后壁面，阁有另外一位，就是一直伫遐下晡内粒的玛利亚。对下早时入去的时阵，看到空的云梦。走转去对文道讲，即摆佫走转来伫遮，随梦两个文道离开，但是以后佫伫遐。所以伫玛利亚的身上，咱会当学习到什么？咱看到玛利亚的时阵，伊一直在啼哭，她很伤心，她很难过，因为伊上疼惜的主耶稣无伫遐。然后安怎？伊伫遮咧，伊伫遐咧等的时阵，有天使对伊讲：“妇人人啊，你咧找啥？”玛利亚将遮个人当作是啥物？可能咧讲红的，就问因讲：有人将我的主刷走啊？请恁甲我讲，伊到底伫倒位？然后耶稣徛伫伊的后壁面，对伊讲啥物？玛利亚，妇人人，你咧找啥？迄当阵，玛利亚因为可能迄个目屎拢伫目睭内底，看袂清楚，看到这个人的时阵，当作伊是讲的，嘛对伊讲共款的话。有人将我的主刷走啊！请恁甲我讲，伊到底伫倒位？结果耶稣讲啥物？玛利亚直接叫伊的名。即当阵，即个时阵，玛利亚才认出这是耶稣在叫伊，所以伊马上就回应啥物？拉波尼，拉波尼就是老师的意思。好，他拄啊阮当来到教会的时阵。拄好咧开小会时，有同工咧讨论讲，即个圣经讲玛利亚是安怎？甲耶稣安怎？
摸嘛，咱伫台语汉语本的顶管是讲用摸的，和合本也是说用摸的，但是头拄咱的 PPT 如果咱有注意看到，迄个华语的版本是讲什么？你不要怎么样？你有注意到不？你有没有注意到？华语的版本是你不要拉住我。为什么翻译不太一样？一个是摸，一个是安尼的右，那个动作差很多。你为什么讲这个动作差足济？有的时阵，咱看到别人，咱伫外口咧散步的时阵，是毋是看过有人安尼咧会饲因的迄个宠物在遛狗啦、遛猫啦。如果咱囡仔啦，还是讲细汉囡仔，人想要去摸的时阵，会安那摸，我们会很小心翼翼的，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狗狗的反应或猫咪的反应会如何啊，所以咱会真小心安尼摸。所以如果咱看到这个新闻在，你想看嘛？迄个画面其实讲起来真很奇怪啦。玛利亚看到耶稣在叫伊的时阵，伊无认出来。结果认出伊是耶稣的时阵，耶稣讲什么？你莫甲我摸，是安怎？玛利亚是在安尼咧摸伊哦。你了解我的意思不？你不觉得那个画面很奇怪吗？摸是安怎摸？是安尼摸？是安尼摸？是安尼摸？是安怎摸？到底是安怎摸？所以摸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反应好像不太对。所以华语的版本说不要拉住我，拉住是怎么拉？看到耶稣安尼想要从右转来吗？是这个动作吗？不是哦。所以那伫原文内底意思是讲什么？你该莫甲我揽。这个时阵的玛利亚看到耶稣的时候，因为心情就激动，很激动，所以怎么样，就整个抱上去了。这个时阵的玛利亚是整个揽伫耶稣，唔知是伊的腰还是伊的骹，反正就是已经整个抱住耶稣了。但是耶稣安那对伊讲，不要怎么样？我们的我们台语版本说不要给我摸，对不对？莫甲我摸。但是如果照圣经内底，迄个反应、迄个动作，较详细是讲，不要抓住我，不要拉住我，不要停住，不要制止我。你应该怎么样？放手。为什么爱放手？为什么爱放手？为什么耶稣对玛利亚讲你爱放手？他拄伫迄个开会的时阵，小王嘛在安尼咧讨论为什么耶稣不给他摸？因为后壁面是耶稣和玛利亚一个真要紧的一件代志。即马不是你甲我摸、甲我揽，而且我们在嘘寒问暖的时候。这个时阵，你有一个真要紧的任务爱做，迄个任务是啥物？你爱转去和啥物人讲？和我的学生、我的兄弟仔讲。这个时候不是你抱住我、抓住我的时候了，你要回去跟他们说，为什么爱对因讲？因为头前的都讲啥物？我认为因根本拢无明白、无了解耶稣伊国外的这个意义啦。你们可以了解这个吗？因为玛利亚徛伫遐，伊看到耶稣的时候，甲伊揽，结果耶稣讲：你莫甲我摸，你即马爱赶紧转去安那？对我的门徒、对我的兄弟仔、对因讲啥物？我已经国外这件代志是真的。所以耶稣伫这个时阵，互玛利亚一个真要紧的任务，就讲你爱赶紧转去，马上回去跟他们说，这个空坟墓，这个空的坟墓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玛利亚就安尼照耶稣的命令，安怎？伊将伊所看到的代志对其他的门徒讲。今仔日咱看到玛利亚的故事的时阵，其实这是阮嘛望会当透过今仔日圣经在对咱每一个基督徒讲的一个勉励的话。因为如果咱的生命真正亲像头前咱头拄所看到门徒迄种的反应的时阵，其实安怎我们的生命就好像那个空坟墓一样。人看到的时阵是啥物？一个空空的坟墓，但是安怎？无法度明白了解背后的意义跟意思，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个部分呢？请问大家，我唔知是毋是正有分享过，
唔知咱是不是看过国外的主耶稣？有没有看过？你有真的看过吗？哦，可能有人伫梦中还是异象的中间有看过国外的主耶稣，真正徛伫迄个人的面前。但是我想要讲，一般来讲，咱一般的基督徒大部分的人，你有看过国外的主耶稣的野手好无？没有嘛，我自己也没有哦。所以我感觉讲哦，伫圣经中间，你看到玛利亚也好，遮个门徒也好，啊像尾啊吼，耶稣伫真济门徒头前显现的，我感觉讲哦，遮个人真正有福气，因为因是真正看到迄个国外耶稣徛伫因的面头前，这是何等的福气啊！但是为什么我就有时阵问啊，为什么咱无即个机会？哦，对无？耶稣你拢都愿意徛伫玛利亚面头前啊，你阁愿意徛伫多马面头前啊，对无？迄个怀疑的多马嘛。如果我无看到迄个空喙，如果我无亲自摸到伊的手，我无绝对袂信，对无？耶稣特别为着伊显现伫伊的面头前，有的时阵我嘛感觉讲，耶稣如果因有遐尔好的福气，为什么阮无？有时候我也想说，我也想看一看你啊，对不对？我也想见到真正的复活主耶稣。所以其实咱即摆的人讲到安尼的时阵，我会感觉哦，以前的人，圣经中间的这人，因真正是福气，会当看到国外的主耶稣。但是尾仔伫生下伊伫学习的时阵，伫看资料、伫看册，咱会当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什么叫做国外的主耶稣。耶稣伫新的诫命中间有讲到一句：“恁若三听，还记不记得这段？恁若三听安怎？后壁面讲什么？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只要人愿意互相三听，将即个听价显明出来的时阵，人甲人彼此的中间会看到国外的耶稣的性命伫即个人的其中。”安尼咱明白无？虽望咱无法度看到真正迄个国外耶稣，无亲像玛利亚，无亲像多马，无亲像遮学生。虽望咱无法度看到迄个人，但是因为透过兄弟姊妹彼此之间的相听，也是讲透过因的信仰的显现，因的态度，因对服侍，因对灵修，因对查经，因对信仰的态度。将即款的性命活出来的时阵，伫某一种的程度顶面，咱看到即个人的时阵，就等于是看到什么？国外的主耶稣。不过，如果咱无安尼的态度，咱无安尼的信仰的价值观的时阵，人看到咱亲像什么？空空的坟墓。看到的时阵就安怎？啊，就是一个人呐、啊，就是这个人啊，啊，这就是我的朋友啊，哦，这就是那个张宽嘛，啊，就这样子啊，然后呢，看到了，怎样一起基督徒？好，他是基督徒，然后就怎么样？我就回家去了，无虾米感动，无虾米感觉。但是如果咱亲像玛利亚内底伊的性命所显现出来。看到耶稣的时阵，明白迄个道理，明白迄个意义，马上就听耶稣的命令走转去。对其他学生讲什么？我已经看到国外的耶稣啊！耶稣叫我来甲恁讲，今仔日耶稣嘛在对咱每一个基督徒讲同款的代志。无论是透过新的诫命，无论是透过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在。拢在对咱讲同款的一个话，用咱的性命对全世界讲什么？耶稣已经国外，而且安怎活伫咱每一个人的性命中。但是如果咱无安尼认真将这个性命活出来的时阵，看到不过是什么？一个空空的坟墓。所以空的坟墓会当代表两项，一个是什么？真的什么都没有。但是另外一个是什么？真正空的坟墓所代表的就是耶稣伊的性命活伫这个世间上，也活伫咱的心内底，互咱所做的每一个一切，无论是咱伫遮礼拜，无论是咱伫厝里，还是讲咱的灵修、咱的查经，
还是讲咱和人的对话，咱和人的沟通，咱和人其他人的交陪，无论是教会内底兄弟姊妹，还是讲咱伫外口和其他的人，咱所做的每一项事，拢会当显明出上帝的价值观，即个信仰的价值。而且，迄个是不过是一个人的代志尔。你想看觅，如果是一个群体呢？咱徛伫一个教会立场，无论是咱的圣歌队，无论是咱的团体，整个的团体做一个一体，来活出这款的信仰的时阵，活出这款的画面的时，会有人看到就不了解吗？不会。所以为什么有真侪人，咱如果去听到别人的故事的时阵，有的时阵听到为什么这个人想要来教会，可能是因为某一个团体，因伫其中的气氛，人甲人之间的迄个交陪，还是讲伫什么所在，遐个人真正认真咧读圣经，想要来参与伫其中来认识上帝，还是讲因为这个所在，人因彼此咧交陪的时阵，迄种感觉足欢喜，彼此关心的迄个时阵，真正得到足大的安慰。为什么？因为若安尼在做的时阵，咱就是咧显明国外的上帝伫这间教会伫咱的生命中。所以用这段圣经来勉励咱大家，也伫等下咱要来守圣餐，无论是国外的主耶稣，还是透过迄个饼、迄个杯，拢搁一遍显切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的生命是上帝所赎回的，而且透过伊的死、伊的国外，显明伫咱每一个人头前来看，看到的时阵，安尼咱要安怎活，咱要安怎来行。咱要安怎做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疼，就看咱家己，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阮献上感谢，也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互阮会当看到玛利亚的生命是遐尔有福气，伊会当亲自看到主你国我，也会当亲自领受到主你的命令，伊嘛才安尼来行。主啊，阮也恳求你，望阮的生命嘛会当亲像玛利亚共款。看到迄个国外主耶稣的时阵，知影阮的生命是主伊所赎回时，也知影当阮伫众人的面头前宣告宣认阮是你的学生的时阵，也互阮共款迄个感动，会当伫众人的面头前，也伫世间的中间来活出即个信仰的价值。所以主恳求你，互阮教业的气力、教业的智慧，也有迄种的勇气。会当徛伫众人的面前，将迄个信仰的道理，将即个基督徒的生活，真真实实的给活出来。主，愿感谢你，愿安尼祈祷，感谢恳求，上过最后所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做伙来吟回应的圣诗，圣诗第127首。哈利路亚，伊有告我，咱起立来吟全首。哈利路亚，伊有告我，咱伫主所望过去，伊这领世事的权势。天使报声都欢喜，哈利路亚，伊有告我，永远我拢无过失。哈利路亚，伊有告我，永远我过失。哈利路亚，伊有告我，伫天顶关关顾起，降落前心甲咱启示，咱的中保就是伊。哈利路亚，伊有告我，咱可以得到天意。哈利路亚，伊有告我，咱可以得到天意。哈利路亚，伊有告我，永会无世事绝望。我命运靠咱着尊重，当心我。
远的王，哈利路亚，伊有个我的主永远的王。阿门。请坐，咱备万心来圣餐，来吟圣诗218首。主，我担就近爱见你的面，咱坐咧吟就好。主，我担就近爱见你的面，对接受物件来甲主相亲，永坚固相救，天条你仁爱，将一切忧闷交托你手下。主，我要承受天你的真命，领你的背来，笑念你的疼。我要放松，就会交换，定心来享受赦罪的平安。当我要吟诗来付诸恩赦，为我所背叛，各项真羔羊。我要享受真荣爱永恒，甲主相交陪，就地安快乐。主替你我拢无帮助，只顾我求主，就会得平安。主啊，只有你，我就真满意。只可你归来，我就我生命。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囝仔属于伊的教会的陪产者来参加受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囝仔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干，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每一个人相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阵所讲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互人袂迄卖，有提饼祝谢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所拍破的。即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所拍破的。食了后，安尼旁背讲，
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就是表明主的死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卖，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也照伊的名，也照伊的模样，咱做伙先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恩典的爸上帝，阮献上感谢，来到你的面头前，感谢你，你的死，你的搁我拯救到阮的性命。你所诚侪的一切，诚侪阮人类真大的福气，对以前到即阵到未来，拢是安尼。所以主，阮来到你的面头前献上感谢。也伫迄年，你安尼摕饼、安尼捧杯的时阵，搁一遍去提醒阮，主，你为着阮所做一切，拢是因为出伫疼，互阮会当甲主你相甲来结连。所以主，当阮伫食即个饼、啉即个杯的时阵，搁一遍，互阮有迄个气力，互阮有迄个勇气，会当伫阮的生活中，将迄个过我的性命活出来、显明出来，互众人、互即个世界会当看到。阮安尼祈祷、感谢、恳求，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服侍同工。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即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服侍同工。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即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就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做伙来感谢祈祷。恩典的父上帝，阮献上感谢，互阮会当参与伫主你的圣道，伫遮做伙来领受主你的圣餐。也搁一遍透过即个动作，透过遮个食物，互阮的生命搁一遍来明白了解，阮活地是为着什么？阮的生命活伫即个世间上。就是会当，互阮的生命来荣光着主，也利益着人，帮助更较侪的人会当看到永活的上帝活伫阮的生命内底。
所以主，恳求你施恩祝福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摆顶领烧的时阵，当做是一个提醒，当做是一个纪念，知影讲阮是为着什么伫活。所以主，阮感谢你，安尼祈祷感谢，上过最后所基督的圣名求，阿免。这时阵，咱来受杯。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请注意即事甲适用即事来实现。
我来报告，咱先开周报。周报的第3页，咱来看即礼拜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弟来读2遍。耶稣甲伊讲：无得忘我，因为我也未就去见爸。你着去找我的兄弟，甲因讲，我就去见我的爸，也是恁的爸；见我的上帝，也是恁的上帝。约翰福音20章17节，来，耶稣甲因讲，无得忘我，因为我也未就去见爸。你着去找我的兄弟，甲因讲，我就去见我的爸，也是恁的爸；见我的上帝，也是恁的上帝。约翰福音20章17节，耶稣甲伊讲，无得忘我。因为我也未就去见爸，你着去找我的兄弟，甲伊讲，我就去见我的爸，也是恁的爸；见我的上帝，也是恁的上帝。约翰福音20章17节。报告的大声，咱毋知有新的朋友来伫咱中间礼拜介绍者吼。迄个咱的行政干事吼，尤安琪的老母啦，介绍者啊，我师傅刘李春亮就在中间吼，这安琪的妈妈啦吼，哎，伊就是顶礼拜尤志祥牧师的牧师娘啦吼。我讲尤志祥，咱大家较无熟；讲尤安琪，咱大家就较熟啦。来，咱来看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吼。第一，咱金主去感谢咱的代理的小会议长吼，就是定心教会的张宽牧师来主持礼拜甲圣餐，多谢伊的辛劳。下主日，咱邀请吼前中孝路教会退休的牧师王武聪吼来讲道。咱礼拜中当时要来庆祝母亲节吼，教会赠送每一位老母有一个红包的贺礼，主日学的学生要伫遐来献诗吼。第三，咱母亲节的即个红包贺礼的发送，咱无搁再照关怀小组的名单一人一人去分吼去发。咱即马中执会决定，就是限当日，既若有参加礼拜的吼，拢总会当领取即个贺礼。并顺延1周到5月19，搁补发一届，就停止。若咱各关怀小组长，你有需要即个母亲节的贺礼红包，因为你要去探访行动不便，也是伫厝内底疗养的兄弟，咱各关怀小组长，你免客气，拢会当甲关怀部陈雅文执事来摕即个母亲节的贺礼，你用送去因兜。第四，总务部有通知咱吼，咱1楼咱妇女在使用的便所要延到5月20吼，才来验收，请咱搁忍耐一下吼。第五，5月份的定期中执会吼，因为第2礼拜拄着母亲节，咱有延到第3礼拜5月19才来调开请请假的会记你向书记秀珠执事来申请。迄天中昼咱有准备便当。第六，即个拜三祈祷会，咱继续邀请仁爱小组甲喜乐小组来出席即个祈祷会。第七，继续邀请兄弟参加全教会4年的读经计划吼。希望咱会当安尼，到伫咱释教70周年的时阵，咱会当甲新旧约的圣经读一遍。将安尼当作上好的礼物献予上帝。第八，2023年咱报税用的奉献收据已经送来吼，请咱兄弟家己去办公室领取。你若有替别人领，会记得去甲迄个别人讲，无迄个别人来伫遐找拢无，结果是去用代领去安尼吼，就安尼乌龙啦吼，办公室有困扰。第九，咱台中中会事务部伫三一教会有举行这教会的事务演习吼，咱派秀英执事代表去参加。
下主日咱有5月份的庆征，咱即马先甲名单写伫遮，请咱兄弟过目斗3工看一下。若有出入，也是错误，也是漏交的，然后免客气，咱甲主办的助理执事来更正。周报第5页，团契甲小组的消息。社青团契甲妇女团契，因今日有联合的聚会，是祈祷会，请客友踊跃参加。第3，四海特经因伫拜4暗7点半，有要上第7课吼，请有参加的兄弟注意。第4，兄弟团契伫后主日即个母亲节的爱餐这惯例拢是兄弟团契来煮来请妈妈啦吼。伫遮呼吁吼，咱兄弟团契的会员吼，你若当支援即个厨房的时间吼，请甲会长吼讲一下。第6，咱相连团契吼，伫后礼拜的主日咧爱餐后吼，咱有一个主题吼，专题大时代小记者吼，我的信仰甲追求的路，这是咱本会吼曾明才兄弟伊新写的一本册。这当有即个读者吼，即个作者本身吼，伫遮来甲咱说明吼，这非常难得吼。邀请咱备办心吼，拨时间来参加。关怀协会的消息，关怀协会有全新的课程吼，为5月21甲6月25拢总6摆，每一个拜二的下晡1点半到3点半吼，要开课。即个激励 PU 啦，就是即个训练咱即个大哥大姐吼，咱即个骹手较有力的吼，因咱即摆有真侪吼，拢讲即个肌肉损失啦吼，无即个激励吼，欢迎咱有趣味的兄弟踊跃来报名，请甲罗伊执事来登记并缴费。第6页有4月28顶礼拜的报告奉献做领袖吼。第7页有即个5月份的圣经问答的题目吼，咱有参加读圣经的，你会当按月份吼去办公室摕一个拖，桌仔顶有一个拖吼，请咱家己去摕吼，摕写了，搁甲交咧伫第2个拖人会甲你改好好。即个上重要就是会督促你吼去读圣经啦。较袂安尼哩落落念伊读，念伊停，念伊停，所以当帮助咱吼，拄啊到释教70周年吼，你拄啊甲圣经拢读了。当然一半解漏交无写无要紧啦，无遐严重吼。你毋好想讲我会漏交歹势，袂啦，这是咧督促咱参加一个团体的活动吼。所以伫遮吼，咱毋免想过吼，咱讲我若袂记写名，安怎无要紧，后个月佫补写就好吼。若无咱难过无吼。就是帮助咱照迄个进度，安尼直直来行吼。好，咱遮要为着集体关怀甲会友的动态吼，咱来代祷啦吼。较要紧嘛是为着咱来祈祷吼。今日圣餐啦，我做长老16年啊吼，这圣餐拢我咧用啊。我毋捌伫咱笃行教会吼，圣餐遐少人，无甲100个，这是我真。心内一个真心的检讨啦吼，咱的会友毋知拢走去倒啊？是遮的长老拢无尽职，还是安怎？咱希望伫新牧师来的时阵，咱的教会是保全的，咱的教会是健康的，咱的教会是平安的吼。咱也为着咱的新牧师要来祈祷吼。咱嘛为着咱过来5月18。要国中吼，要升高中的会考，即个成绩的会考，咱为着因来祈祷。嘛继续为着身体欠安吼，病痛的兄弟继续来代祷吼。有侪人拢无爱写伫遮啦，但是咱嘛是替祈祷啦吼。有的人无写伫遮，无互知吼。好，安尼咱即马就为着遮个集体关怀，甲为着你家己伫信仰顶面有迄个感动。甲主耶稣的关系，亲像圣餐安尼，咱来祈祷。慈悲天父的上帝，阮感谢你，
感谢你，互阮伫独行即个大家庭，阮伫遮做伙敬拜上帝。主啊，你个空分望上大的意义，就是阮要望着主耶稣，望着主耶稣。检采阮已经无机会搁看到国外的主，但是阮要对阮的彼此相听，通过阮伫教会的服侍，阮要互人看见国外的主，因为阮每一个基督徒，阮要拢是耶稣国外的见证人。主啊，阮为着阮的青年子弟祈祷。遮个国中要毕业、要考高中的，求主你帮赞，为着因备办一个适合因的高中，互因的发展，互因的文书才能伫遐得到培育，互因伫遐得到健康的发展。主啊，阮也要继续为着侪侪病痛兄弟代祷，有人大肠癌在化疗，有人脊髓。伫遐底移植，有人尿道炎住院转来，搁伫遐底做即个抗生素的治疗，也有人的肺部变白，喘气困难。主啊，你拢知，愿你怜悯阮。主啊，怜悯阮，阮的身躯是土粉所做，有侪侪的病痛。求主你甲因三甲之地。通过医生、厝里的人的照顾，会当互因的病情紧好起来。较要紧是互因有一个喜乐的心，因为主讲喜乐的心就是良药。也要通过遮的试炼，通过遮的困苦、遮的病痛，互阮搁一届经历。阮主内兄弟彼此的代祷，彼此的相听。甲主你的恩典，通过苦难，阮才有迄个甜蜜。阮也要迫切为着阮的牧师祈祷，恳求你帮赞引带，会当伫你的旨意内面，为阮安排一个适合独行的牧师，来伫阮的中间牧会，管顾遮的羊群。主啊，阮也有侪侪袂出声，伫心内。也是讲袂出的祈祷、恳求，求主你拢甲阮成。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咱起立，咱互相来行平安礼。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咱游玩徛地来吟上用的诗510首，吟诗煞，请张牧师祝祷。学乐天顶主宰，学乐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的普遍的甘心。
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希望上帝的疼痛、甲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个人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